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阿明詹伟民，真正是好消息啦吼！咱已经连续4天，台湾拢无增加武汉肺炎这个患者啦吼，即阵维持伫咧429张病例，另外咧已经有311个病人解除隔离啦吼。咱讲台湾抗疫真正有成果，但是中部长吼嘛讲6月疫情可能放较宽，会豆放松这个管制这个措施，如何让社会恢复正常的这个运作，目前正在研究啦吼，嘛呼吁这个国人甲卫生习惯爱做好势啦，爱记挂嘴烟，保持咱讲的这个社交距离。若是做了完全管制，是毋是就开放，都靠信心啦吼。不过咱讲全世界这个病例计总超过是310多万人啦吼，所以伫咧全球疫情也算伫咧风险之中。咱看到这个台大公卫学者，伊就认为讲，国内爱防堵的就是咱境外移入啦吼，所以建议讲对境外移入的这个民众爱扩大来体检。另外咧，嘛要看讲这个无症头的这个感染者，这个徛家检疫的时间是毋是会当自原本的这个14天缩短做这个3天吼，来减少对这个经贸甲社会这个冲击。另外，咱讲这个疫情爆发，咱真正爱甲这个医护人员来拍一下破啊咧吼。但是即阵嘛传出讲，过去咧讲的这个津贴无照片照行，要保护这个医护人员啊嘛，这个争议。另外，今日嘛讲到，咱讲这个5亿这个劳动节这个年假啦吼，是毋是会正做另外这个疫情的这个危机啦吼？所以大家都在思考讲，是毋是用什么款的这个方式，互大家吼唔通甲这个年假变做是这个疫情的破口？咱看到交通部利用这个1968这个手机啊这个 app， 针对风景地区哦表示这个人数是毋是多甲少啦吼？这嘛互政府单位较好来管控。但是嘛有人讲哦，这个照看，这个统计起来，这个 app 是无界准，今日。就做回来对话，做回来讨论。这部电咱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咱要邀请咱的这个联心病院医师谢国洲。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到咱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发言人林毅。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医师职业工会发言人林毅。第三位咱要来邀请咱的立委刘世峰。主持人，大家好。是哦，咱真正真欢喜，会当看到连续4天吼，已经是无确诊啦吼。啊，咱看到昨的这个记者会头顶，咱的这个陈时中部长伊是发这个龟苓膏啦吼。啊，其实咱这个台语人会当送互这个大家就是茯苓膏啦吼，恢复零确诊的这个部分啊，茯苓膏大家会当去食吼。另外咧，咱嘛讲到真正是真欢喜，但是咱等下讨论到这个医师人员真正爱甲因拍破，但是即阵是安怎个传出到这个津贴无法度保护落实啦吼。不过咱头段嘛一直讲到，境外移入是过去一大重点啦吼。安怎来围堵这个境外移入？尾手，咱嘛望讲咱的这个国界会当国一摆来开放，啊，这个外国游客会当踏入来咱台湾吼。尤其咱讲抗疫真正成功，啊，今日。已经4天是这个零确诊啊吼，咱先来听讲这个陈时中部长，伊是安怎来讲，安怎来回应的。那我们今天仍然没有新增的病例哈，那解隔离人数也增至311人。好，那我们定点航班回来的哈，湖北哈460名里面，好，那目前有3人就医治疗中哈，2人陪同就医，好，那取医在集中检疫所。那至于磐石舰队。截至目前，我们掌握接触者1996人，其中585人为居家隔离。那我们今天采检比较多，已采检的461人，那到目前为止368人为阴性，那其他在持续检验中。是啊，咱讲这个台湾真正是好消息，但是全球疫情唔是安尼来看吼，咱看到全球上新的这个疫情，目前确诊这个病例数啦吼，已经是312万人啊吼。啊，其实咱看到这个日本、这个韩国，日本嘛是当咧抢关，啊，其实嘛有这个新加坡已经是这个亚洲第2这个武汉肺炎上新的这个上济这个人数啦吼。另外嘛看到这个美国已经突破到102万吼，啊，其实欧洲有咧放话嘛咧讨论讲，到底哦这个生活上会当豆来恢复正常，会当来解除封城无啦吼？这个咱是看到这个欧洲的，啊，其实咱台湾一直拢维持着这个正常的这个生活啦吼。不过，侪人都在讨论讲，到底台湾这个当疫情放较缓，啊，正常的这个生活是毋是嘛是爱共款维持着这个社交距离？但是这个时日，咱会当伫6月中就会当实现吗？哦，各位观众朋友吼，我感觉吼，咱这社交的距离吼，这嘛是爱需要来维持啦。啊，个
包括这口罩吼，这嘛是拢有需要啦吼。是。那咱台湾，我感觉咱已经过这个坎已经过去啊啦，比全世界各个国家吼，其他国家提早。但是只要吼，咱以后吼慢慢啊吼，甲其他的国家恢复这个交流吼，只要迄班机吼一礼拜吼，咱嘛是会拄到这其他的国家吼，也未完全控制这问题。这个风险还搁伫咧就对啦。这嘛是搁有安尼，所以咱家己应该是台湾应该是会当放心，但是后壁咱因为咱这是全球化嘛，咱甲全世界无可能讲拢一直拢无交流嘛，吼，所以我感觉这大家嘛是需要来注意。有影啦吼，大家真正来注意咧，尤其咱讲第一波疫情是咱讲这个中港澳啦吼，这三个这个部分，这三个这个地区尾手第二波疫情，咱看到是这个国外这个境外移入欧洲甲美国上重要啦吼，侪咱讲境外移入嘛是300多例这个案例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这个台公共卫生学者啦，因是安怎讲咧？因是讲吼，这个过去咱讲吼，这个14天爱去做一寡这个徛家隔离啦，毋过咱若是国境，若是一拍开，是毋是当减少变成3天？咱是来听讲，因的这个讲法是啥物？国内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反复，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当时也是卫福部长陈时中，29早起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接受媒体访问时阵讲，正伫咧研究如何让社会恢复正常运作。那之前被下令暂停营业的酒店、舞厅等娱乐场所，深受机会解禁，但是中讲的时阵是正保留。当然，各种的因素我们都在考虑中。不过，我还是强调，就是说，一定要有社交距离、跟戴口罩、跟个人的一个卫生要做好。那这样子，我们才有信心来开放。那是台湾、澳洲的疫情也出现反复的现象，意大利正伫咧为解封做准备。法国加西班牙也计划伫咧5家放宽封锁措施。台大公卫学者认为，国内被防堵的是境外移入，所以建议对境外移入的民众扩大体检，找出无症状感染者，而且居家检疫的时间也自原本的14天缩短做3天，来减少对经贸加社会影响。如果我今天可以做快筛加这个2阶段的确诊的核酸系列，那我认为今天只要观察3天。他就可以放行，不需要做居家检疫14天。不过，陈时中强调，不管是快筛试剂或者是核酸检测 PCR， 这两种拢可能有加进步或者是漏交的情形。依照目前的通报状况，已经体检6万多人，总共开1.8亿，是全世界少数会当维持正常社会运作的国家。因此，现行的防疫政策未改变。记者综合报道。所以啦，这个体检吼，侪人嘛咧讨论到底这个体检吼，是毋是爱专门来做这个体检？啊，咱看到公共卫生学者因讲吼，对境外移入的做一寡这个快筛啦吼。啊，其实咱嘛有讲吼，侪这个地方首长，伊嘛讲到这是要针对这个较风险的，亲像讲这个医疗人员做这个普筛啦吼。咱医师敢有认为这有这个必要性咧？咱分做几个方面来看啦，我先回答这医疗人员的部分啦。医疗人员其实伫这段时间吼，阮病院的状况是安尼吼，只要有发生镜头吼，有烧啊，有迄个发烧的，咱的迄个员工吼，就随去做个随做检验啊，而且嘛有放假，放假甲2届检验拢是无问题。伊的迄个镜头嘛已经改善啊，才会转来上班。伫咧即个状况下嘛是，最近咱看咱伫咧病院员工嘛是拢无人去验到即个武汉肺炎啦。所以我感觉即方面应该是无需要去普筛啦。头拄迄个境外移入的这部分，境外移入部分吼，我感觉若是用即个方法吼，敢若观察3天吼，我感觉嘛是会有一点啊吼，有风险。但是吼，我感觉即个做法吼，应该是要配合这全球的状况，比如讲全球状况，咱即马欧洲啊、美国伊拢已经降落来啊。大家嘛拢开始解除一寡管制的时阵，咱即个时阵才来考虑即个方法。即马也是讲后个月就考虑，可能有淡薄仔伤
像早。是，咱要请教咱的委员啦吼。其实咱咧讲对医疗人员去做一寡体检的这个部分，其实侪若是有这个可能有确诊的这个伊爱照顾到这个患者，可能这个病院嘛，亲像好多医师讲的吼，已经有去做一寡这个检验，但是咱嘛看到有的这个地方首长，伊是讲吼。特别针对这个咱讲的这个医疗人员去做全面的这个体检吼，你感觉敢有必要？另外是针对这个境外移入这部分，若是讲甲这个14天缩短做3天，对咱民众的这个安全啊，是讲这个健康上，是不是也有这个可能有破空的这个所在？头一点，我想爱肯定吼，包括咱的陈时中部长，甲真侪第一线医护人员吼，伫过去100天内底，甲台湾守护甲真好吼。所以咱毋是干那家伊拍破案的，爱家真肯定，因为因真辛苦。吼，包括讲咱的部长嘛，100天拢无休困啊吼。所以我要甲遮医护人员表示阮的尊敬吼。第二项就是讲全国的医疗系统，其实拢全是中央的疫情流行指挥中心伫咧指挥的。所以是安怎伊会看到讲真正地方政府，譬如讲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政府伫咧顶一道啊，咱的海军啊。即个敦睦舰队倒来了后发生代志，然后伊就要求讲哦，咱的所有高雄遮医生拢第一线爱做即个普胎。我认为无好的所在是安怎？因为照现主席所讲的，就是讲伊若咧病院内底有即款情形啊，病院内底伊家己就去做即个体检嘛，吼，包括讲伊是爱倒来厝隔隔离，还是检验，拢要做到啊，吼。你若要普胎的时阵，会变做讲，逐个人会倒单。像咱倒单，我本来就真健康，你掠健康人去普胎，然后伫我病院内底服务的，若是工友，吼，还是病人，你要掠去普胎无，吼？所以会引起着一段困扰以外，搁来对着医护的能量，吼，能量无够。是。咱拢知影，咱要体检一个差不多爱3000块嘛，吼。然后台湾会当体检的一天的部分大概无超过2000个。你即摆若规个拢爱普胎落去了，14天还是3天了后，是毋是所有医护人员爱搁普胎一遍？安尼是咧浪费咱家己医护人员的能量，甲伊正经会当做的部分。所以我头一个跳出来反对吼，因为高雄市政府高雄市拢总4000个医护人员，加上高雄市长韩国瑜伊讲，因的公务人员5000人嘛爱体检，9000人体检。安尼你就颠倒甲真正有需要的人，拢甲排去边仔去，排除伫外口，安尼不对吼。所以我感觉这个方式并无了解咱的专业系统。第二项就是讲针对大家人感觉讲即摆疫情已经慢慢好啊，欧美敢若慢慢甲好落来吼，是毋是当放过？但是我要提醒一点，东南亚的部分、印度的部分，即摆差不多当咧火烧吼。咱嘛知影，咱即马现主是伫咧台湾内底真侪为东南亚，还是为印度吼，即个南亚国家来即个移民吼，移工伫咧即个所在，所以可能嘛是会撞到遮会危险。所以5月初伊虽然是劳动节吼，真侪劳工朋友拢会休困，连续有3天。我是认为讲按照咱陈部长所建议的，你会当卖紧张吼，但是毋当放轻松。有影啦吼，毋当放轻松，足简单的就是。定洗手啦，挂嘴啊嘛，然后出去外口嘿，拢保持1公尺。然后我嘛较建议就是讲大众运输工工具哈，现主是大家拢全是遵守这个规矩，从啊真好。毋通到时讲足热的大家拢甲腾起来，我感觉颠倒无好。因为咱会当啉的，可能是搁啉1个月、2个月。你若袂当啉，开始疫情搁倒转来，搁开始有真侪确诊的案例，搁开始发生的时阵，可能紧张的是大家。搁加上足侪医护人员搁较紧张，所以我认为讲，咱的陈部长啊，伊后壁拢足侪学者专家，拢咧处理这，我认为爱按照伊的方式较好。然后咱的台教授啊，讲话教授陈教授所讲的部分，伊讲的是全球的疫情拢无问题，但是我拄则有讲到，就讲伫咱东南亚遮尔侪国家，包括印度，即摆拢开始咧起火烧吼的情形之下。袂当无小心，所以是愈谨慎、愈小心愈好。有影啦吼，咱前几波疫情会当挡了真好势，所以愈来愈爱定真啦来应对啦吼。其实咱嘛讨论到这个体检的这个问题，到底是要全面来体检哦？因为咱看到这个韩国这个然后进前节目顶嘛来讨论过，这个因是用这个 drive through 啦吼，华语讲的这个得来速的这个方式，嘛是咱讲伫亚洲的这个部分，其实有这个韩国的这个案例，其实咱台湾嘛有这个案例啦吼。咱做的是毋是这个全面的体检啦吼，咱做的是。针对着问诊问伊这个疫情的这个调查这个部分吼，差不多伊按算过吼，咱讲100天自这个指挥中心成立的100天开始，
台湾是2300外个人，外万人啦吼。其实伫咧这100天内底，有差不多有500万人哦，是这个呼吸道有问题吼，去做一寡这个去看诊的这个是人次的这个部分啦吼。其实伊尾啊体检差不多6万人次的这个部分啦吼。所以咱来看讲，到底快筛还是讲咱这个 PCR， 就是讲核酸这个测验安怎吼？这个是优点还是讲欠点的这个部分啦吼？虽然即阵看到讲有人就咧讲快筛啦，因为这个时间较短，差不多15分钟至1点钟就会使来完成啊。毋过这若是2300外人，一个人200块来按算，差不多你就要开这个国库的46亿块啦吼。另外咧，这个虽然讲计数较俗，但是这个准确度较低啦吼，所以就是有这个伪阳，还是讲伪阴性啦吼。你若是讲伊其实就是伪阳性的吼，其实买手伊可能就是拍照，还是讲伪阴性买手嘛是拍照啦吼。另外即阵咧用的这个 PCR 啦吼，若是讲3000块人2300万人都要开咱国库690亿啦吼。伊准确度较悬，但是计数较悬啦吼。嘛是爱。开真济这个时间吼，所以咱即阵用的这个 PCR， 就是咱头头讲的，咱台湾有2300外万人，买手咱看到有400外万人，差不多要500万人啦吼。其实伫遮的人，伊才有呼吸道的这个问题，经过医师的这个诊疗，买手去做一寡 PCR 这个测验，咱看到6万外人吼，3000块嘛才开1.8亿啦吼，所以这个成本是真正低，咱嘛是讲昨下这个记者会内底看到讲，这是台湾抗疫成功的一个大标准啦吼，所以咱嘛来讲到，即阵应该头拄像委员讲的，咱来甲这个医护人员拍破以外，爱甲肯定啦吼。但是即阵医护人员嘛跳出来讲，其实过去咱讲3月初的时阵啦吼，有要互医护人员来做一寡这个津贴的这个补助，但是这个津贴的补助，买手安怎来领？嘛，即阵引起着这个基层医护人员有一寡抗议啊。咱先来看这个新闻片段。今天大缩水，医护心好累。等到食饭时间，医护人员去疾管署的门口举标语来抗议，因为伫即届疫情期间，功劳上大的是基层的医护人员。因认为讲津贴甲奖励，甚至比17年前 SARS 的时期还佫较无好。分仓分流、专责照顾病房的状况之下，他会面临25% 以及50% 不等的薪资上的损失，严重的要求一定要改回2003年的版本，每人每天或是每人每班1万块，才有达到实质的奖励的效果。防疫的津贴，伫咧 SARS 的时期，明定医师一个人一工1万，护理师一个人一班是5000块不等的防疫补偿。若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期间，医师一工是1万块，规定上济会当照顾10个患者，护理师一个人一班是1万块，津贴加5000块。不过要求伫咧一定的护理师甲患者的比例条件之下，才会当领。一般的病房爱照顾5个患者，加护病房是2个患者。那3位护理师要接5床病患，这个其实是非常吃力的，是因为你进去一个房间，至少就是半小时到1小时，更不用说出来，你还需要帮他，就是电话就是问他的一些过去病史跟整理他用药。工会指出，因为目前津贴的补助办法，并无甲半暝值班的医师甲段医医师人力分开来算。不过一工津贴1万块，煞是由几个的专职病房医师平均来分配，一工会当领到的钱可能无甲1000块。一个病房区来申请，而不是整个医院用合计凑齐的方式，你实际上班的就一定领得到。卫福部强调，只要是咧第一线照顾较紧患者的医护人员，津贴是绝对袂减。除了大多数的病院已经主动互因津贴以外，中央嘛会搁另外发防疫津贴。若是基层的护理人员感觉病院的排班有问题，会当甲卫福部来申诉，会赶紧调查甲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是哦，咱讲防疫做了好，但是这津贴哪会颠倒求水去啦吼？其实这嘛是这个基层人员吼，因的这个心声啦吼。其实咱嘛讲过去 SARS 期间，咱有要互因这个津贴，过去是安怎领较济，即阵有诶搁较恶请啦吼，恶请啦吼。咱继续来请教林毅啦吼。现在有这个医疗人员最近有这种声音，咱嘛知影这个卫福部伊的这个医护人员甲病人的这个比例吼，差不多是1比5啦吼，是毋是真正真血汗？我首先就先感谢主持人甲委员对阮基层人员的肯定啦，就是讲大家拢知影，今仔日台湾会有这种全世界学落的这种防疫的成绩，拢是，就是讲阮咧基层拍拼的成果安尼。伫国外月以前，差不多3月6号迄时阵，陈部长有讲吼，要比较SARS 的时阵，每一个医师
每一个人每一日就是发1万块。是。嘿，啊，护理师搁有较济，因为迄阵 SARS 的时阵是护理师每班一个人5000块，啊，陈部长就甲提悬甲1万块安尼。嘿，迄个时阵拄好病情咧传，啊，逐个拢感觉足惊吓的。迄时阵对阮基层的遮个医护人员来讲，拢是一种足大的安慰啦。嘿，啊，毋过咱伫前几工才看到讲，伫4月24号的时阵，卫福部才公布因即届的即个奖励措施。嘿，啊，毋过伊内底拄则咱看到迄个。迄 VCR 迄片内底有嘛有讲到，迄就是阮昨去迄个机关署头前开记者会，就是讲，咱会甲国外以前讲的无共款，咱会感觉讲迄津贴煞求水安尼。是即个政府的理解无共，还是咱医护人员的理解无共？你感觉咧？咱着看迄个奖励措施内底，伊就写着讲吼，主治医师爱共同照顾满10个人，是，才会当。领这10万块，啊，伫阮病院内底的情形，应该是安尼讲，就是通常毋是一个医生，就是毋是这10个人，伊就是加起来，然后发1万块。是。但是无法度讲一个医生家己一个人顾10个。嘿，就差不多讲一个病房，一个专职的病房内底，若是有10个病人啊，差不多就是爱3个医生，一个顾。一个可能顾3个啊4个安尼，嘿，是啊，这就是这么问题就来啊，那1万块，落来了后，啊要安怎分？是要安怎分好这3个主治医师，爱分起来，就是3000多块尔嘛，就甲本来讲的一个人一工1万块，就差足济。而且讲这个1万块，伊内底佫无考虑到值班的医生，甲助理医师甲。专科的护理师，毋是干那这个主治医师去呢，吼，有这个大院的这个医师啦，吼。嘿，因为主治医师嘛无法度讲24点钟就到24点钟拢伫内底啊，无可能嘛。还暗时在换值班的医生啊，值班的医生，这津贴要怎分？嘿，因要摕这个津贴。是。所以事实上，若分起来，我感觉可能无到1000块。嘿啊。是。而且讲拄则嘛有讲到迄个，阮工会内底的理事，迄个何医师嘛拄则有讲到。伫因的病院有这个分仓分流、分仓分流，就是讲，若是要避免讲，若是有人得病啊，会壁甲规个拢无法度收煞，所以有这个分仓分流的这个措施。啊，毋过这个措施就是有需要较侪人力，是，因为本来当顾较侪人，啊，毋过分仓分流了后，就是一个医生就讲人力个较缩限呢啊，较缩限嘿。所以咱嘛其实要来请教医师啦吼，你嘛是带这个病院啦吼，啊其实咱的这个病院是安怎去做一寡这个运营啦？啊其实因为讲这买手申请的这个部分可能是真正后壁这个代志，但是即阵这个医疗人员是虾米款的这个声音？其实我是嘛是爱替阮上辛苦的护理人员讲话一下吼，尤其一开始时阵听到讲伊个津贴甲愈个悬，变成甲医师白济安尼，感觉真正是。真大心，嘿，但是尾啊，佫讲一定爱伊个护理师爱照顾5个病人，才会使摕到这1万块。咱知影，咱若是伫个加护病房内底吼，咧照顾病人吼，咱咧一个护士吼是平均是顾2层啊。啊，伊即安尼，伊即个方法吼，其实加护病房一个护士照顾2层，啊，即阵卫福部的这个比例是1比5啦吼，所以是2.5倍去安尼吼。对啊，因为伊这照顾这病人，入去啊穿足济迄度防护的措施。啊，其实吼，清爱开真侪时间，啊，出来烫的时阵爱个时间，爱个较小心。尤其拢翕掉啦吼。是。哦，其实吼，我感觉对护理人员嘛是。应该嘛是无公平啦，啊，伊个分生分老的方面吼，其实真侪病院拢安尼做啊吼。比如讲，我去照顾即个专门照顾这疑似的病人，还是迄个确诊的病人吼。啊，这医生可能原来的门诊我就甲停起来啊。哦，门诊本地这个医师的收入就来自这个门诊。对啊。啊，结果伊去照顾这个确诊的这个病人，伊门诊才会损失。系啊，想要算互伊安尼吼。系，像讲已经去看这病人，已经接受这病人啊，就尽量莫搁接受咱普通门诊的病人。是。系啊，结果伊的收入就减少啊，今仔你这津贴搁减，啊，怎啊？
伊的收入怎减愈济？是，咱先搁带观众朋友来看吼，啊，等下再来请教立委啦吼。咱来看讲防疫做得好，现在这津贴会领搁较少啦吼。SARS 期间是安怎吼？就是讲这个部分，就是爱补助这个咱的上重要的这个医疗人员啦吼。啊，共款咱伫这个 COVID-19，就是武汉肺炎期间，嘛是爱互因津贴甲奖励这个部分啦。啊，其实迄当阵 SARS 吼是逐日吼每一个人拢有1万块无限定照顾的这个病人数，但是咧，即阵我传出着啥？侪名这个医师共同照顾满10位这个病人吼，才会当共同来领这个1万块，所以毋才有这个医师不平的这个声音啦。啊，另外这个护理师过去伫咧 SARS 期间是5000块，逐人逐班啦吼。啊，即阵是讲护理师你都要照顾满5个病人吼，才会当分这个1万块啦吼。所以差不多3到4名护理师共同来分这1万块，平均一位护理师吼，差不多2500到3000块尔啦吼。另外咱头拄仔一直讲的，这个医师啊是讲护理师爱照顾几个病人吼，啊，这个卫福部的这个原则是讲一个人你就照顾5个啦吼，啊，其实伫这个病房过去伫咧咱这个加护病房是1:2啦吼，啊，咱头嘛讲到2.5倍，啊，咱看到这个主治医师爱照顾，可能是 A 医师照顾3个病人 ，B 医师照顾5个病人 ，C 医师照顾2个病人啦吼，啊，本地伫 SARS 期间，大家人拢会当领到1万块哦，啊，但是这个伫武汉肺炎期间，现在咱的津贴是1万块3个这个医师来共分啦吼，这嘛是引发到这个基层的医护人员这个较不满的这个所在。另外，咱头拄仔一直讲的这个医护人员比。咱讲1:2啦吼，加护病房啊，大夜小夜嘛是有这个有区别的，是1:3啊，白班吼可能是有1:2啦吼。但是咱看即阵爱一个人照顾5个病人，对因的压力真正是有介大啦吼。所以难免来去解决掉这个基层医疗人员因这个心声啦吼。可能真正这个起码是咱讲防疫这地就做了比 SARS 做了真好啊，啊伊嘛真有功劳伫咧，啊咱要来去解决因这个可能委屈也好啦吼。蔡总统有讲过吼，防疫那作战啦，所以咱应该甲医疗人员，包括咱的护理人员，以及第一站、基站的人啊，爱甲当作因是第一线咧相战啦吼。既然咧第一线相战，你就会当甲战时当作平时啦吼。因为一般伫平时的时阵啊，医病比是1:10啊吼，啊护病比是1:5嘛吼。啊，所以咱的卫福部的赵司长咧，伊感觉讲用这个原则来从这个津贴要补助的部分啦吼。然后卫福部因讲的理由是讲，因为咱的这个武汉肺炎吼，若是住病院吼，一般来讲因平均住病院是住3礼拜。就是讲住21天，吼，差不多伫咧有70%以上的时间是较轻症，吼，毋是重症，吼，所以需要动用到医师甲动用到护理人员的人数就降低，吼，伊要用即种来算法啦，吼。但是我相信吼，大家拢知影，尤其是拄则开始，咱有武汉肺炎的迄个确诊的病例发生的时阵，全国的医师，尤其是第一站的即个医师人员吼，甲咱的护理人员拢足紧张的。阮伫咧基站嘛，捌听过讲哦，有一寡护士小姐就是讲因爸爸妈妈叫伊莫去啊，哦，足紧张的，毋知什么时候会染着病嘛吼。但是按照咱家己迄个疫情指挥中心讲的，讲你就是爱去斗3工。啊，若既然咱的即个陈时中部长有讲着讲医师的津贴是1万块吼。啊，护理人员嘛是爱比照办理，我感觉毋通甲因拍折，因为即摆抑搁咧疫情咧发烧的时阵，你讲若真侪医生互相串联讲，啊你甲我讲1万，啊然后过2工甲我讲剩2000块，我连去我就袂去，我就倒来做我问诊的医师，我就倒来做我家己应该有的专业，我无需要配合着中央的疫情指挥中心，才来甲咱按来讲要创啥物代志。啊，然后我感觉较好的部分就是讲，今仔日啊，咱的陈时中部长嘛有回答到，对着咱本来啊，咧伊个用即个津贴咧补助，引起着咱第一届基层遮人员的迄个反弹的部分啊，因有要求讲赵司长爱来做检讨，爱来做修正。啊，若徛伫立法院的立场啊，尤其即2天吼，咱的特别预算特别预算啊，伫咧立法院委员会伫咧审查，我知影嘛真侪立委啊，针对即个部分哦，拢有提出因的要求吼。啊，所以咱的陈时中部长应该是按照即个部分来改做较轻松的吼。我举一个例甲各位讲吼，可能甲各位有相关的，就是讲咱即马伫咧药局内底领翠阿嬷即个吼，翠阿嬷咱的遮的第一线即个药师嘛是逐个哀叫啊吼。啊，然后800块了后，伫咧前2礼拜有讲着讲，即摆要升悬变做1000哩，吼，
对因来讲嘛会当一寡补助。大家拢知影，我若是药师伫第一线咧，甲你处理喙炎啊，我就免卖其他的药啊啦，吼，免卖其他的药品。共款的理由，拢有一寡排挤效用啦，吼，一寡排铁。所以我感觉讲，你啊，伫迄个安来测试了后，如果咱中央政府的特别预算会当通过，我是希望讲会当补助，吼啊，但是就是按时申报啦，莫讲大家是迄落。卖腐烂安尼就好啊！我认为是这个方式吼，相信在第一线，大家拢咧拼性命，咧顾着咱家己遮的迄个病人的人，应该是会当理解。所以，吼，这个陈时中部长甲咱的医事司吼赵司长遮一寡时间来做检讨修正，伊嘛家己欢迎来做报告。我是认为这是真好的方向，会当尽量沟通啊！我认为这对着咱疫情的帮助，这是好事。是啊，其实咱讲，毋那干那这个轻症啊，其实因咧照顾轻症的患者。这个心理压力嘛是真大啦吼，啊，因有安尼这个声音出现，嘛是代表讲过去伊嘛是真要义咧处理着这个确诊的这个病患吼，唔管伊是轻重症啦，我希望嘛是讲因这个津贴绝对袂当揪水去啦吼，尤其咱讲伫咧第一线的这个部分，我照卫福部的规定，我照指挥中心的规定，我就去做这个分流分仓，我唔是要讲啊，我一个医师可能我照顾2、3个病人就好，还是讲照顾一个病人就好。我嘛是照讲卫福部的这要求，我去做着分流分仓，绝对无可能有人要去为着这个申请，吼，讲这个一个医师就要1万，啊，我就去请10个医师来甲伊分流分仓，互10位安尼啦，吼，无可能吧？无可能安尼。嘿，实际上咱嘛是有原来业务爱做啦。有影。嘿，所以就是讲，无可能讲为一开始为着收这摆较侪人入去，为着要收这个津贴，摆这个10个医师直接入去啦。啊，头拄其实林月你嘛有讲到啦吼，你是讲到啊，咱讲坐这个医师嘛，唔能干那主治医师，这个大院医师也好，值班的这个医师也好啦吼。所以其实委员安尼讲，嘛是有这个立法院监督的这个原则伫咧，但是咱要安怎互这个津贴发放，会当搁较这个较顺利，也是讲卖互这个医护人员、这个基层人员有这个另外这个心声出现。我拄则讲到迄个分仓分流的迄个部分，其实阮医护人员嘛，毋是讲足贪心的啦，就是讲，因为这个有这个分仓分流这个措施，结果拄则贾医师嘛讲到，就是为个科别，譬如讲胸坎科还是感染科，因着爱减少伊门诊。啊，本来对这个科来讲，门诊就是足重要一个收入安尼啊。啊，伫阮安尼算起来了，差不多。因为这个门诊减少的收入，影响到阮薪水差不多2成到5成啦。2成到5成，一半咧吼。那这个津贴无领到，而且佫是了钱，是，嘿，比以前领的佫较少安尼。啊，毋过伫嘿，啊，佫拄则讲到的就是讲因为伊这个奖励措施内底嘛无写着讲值班医师甲住院医师甲专科护理师，这嘛是爱甲纳入去考虑的啦。嘿，这是我感觉最重要的代志。伫迄个时阵3月6号的时阵，陈部长就讲，伊迄个时阵第一时间提出这个津贴的这个想法的时阵，嘿，阮就有讲，若是有需要，工会拢会当派人去甲因开会，大家来讨论安怎对阮遮基，嘿对，安怎对阮遮基层来讲是。这钱是摕到的，啊，逐个人拢会当公平摕到这个钱。是。啊，我嘛是希望讲，若是过来讲，若是有想要做啥物改善，嘛希望会当找阮工会的人去甲因讨论安尼啦。嘿，毋哪想讲像前几工共款啊，即个措施是提出来啊，结果内底拢无符合阮的期待安尼。是。嘿啊。其实咱就看到即个官方的即个回应吼，即个陈时中部长伊嘛有讲吼，即个医疗津贴。毋是按照即个公积面来算吼，是按照服务面来算。一个病人就是讲是偌济钱，袂因为即个找10个医师来照护，就互即个10个医师的钱，即个健保是安尼算。啊，自以前是即马嘛是啦吼，若是讲大家认为讲1万块即个单价伤过价啦吼，无安尼因应，就讲可能有即个风险甲压力吼，大家会当过来讲。无反对讲来提悬啦吼，啊，毋过咱看到讲卫福部即个医事司长赵司长哦，伊讲对工会即个因讲的说，即个医护人员爱分即个津贴的即个现象，伊较无理解啦吼。伊讲规定真清楚啊，啊，希望即个病院爱用轮班的即个精神，甲主治医师也是讲护理师即个班表啊排甲真清楚啦吼，以一个人为主，逐个人拢会当领即个逐班1万块的即个防疫津
但是这款的这个解说方式，林哥你敢有认同咧？拄食医师就讲到讲，阮伫病院内底袂想讲，因为我要领10个人的津贴，我就请10个人，请10个医师，这无可能的代志。一时啊嘛无法度生出遮尔侪医生啦，对无？阮读医学院出来爱7年，爱搁受训，爱搁10几年，哪有可能一时啊讲啊我为着要领这个钱，啊，就医生都较钱去，无可能啊。对，医疗人员都无遮济啊。伫实际上来讲，嘛是袂安尼处理嘛，对无？系啊。啊，而且这个赵部长讲的，啊，司长啦，司长讲的这个轮班的这个，这其实伊讲是有法度讲，但是实际上要安怎做，嘛是一个问题。因为若要轮班，啊，伊若是照即马这个奖励措施，敢若有，就是讲这个1万块，这个人头敢若算伫这个主治医师身躯顶安尼，啊，是毋是叫逐个主治医师拢来轮班？系啊，这就是一个问题啊。所以主治医师搁去轮班啊，对啊，嘛无遮侪主治医师来轮班啊。是，所以咱搁考虑到这个医疗人员可能较欠缺这个问题啦吼。实际上，咱搁请教咱的这个医师啦吼，咱就咱这病院的这个案例来讲，伫遮咱譬如讲照顾一个患者，爱开偌济这个人力也好，啊，其实咱照顾这个患者，尤其咱伫桃园，爱接到这个采检的人数，桃园机场来已经真济啊，可能这个采检的这个能量，嘛按算在内。啊，主治医师啊照顾这个确诊的这个人数也好啦吼。啊，安怎来去用咱这个病院的来去回应讲这个陈时中部长，还是讲这个赵司长伊所讲的啦吼？轮班的精神到底是啥物？我感觉伊这轮班的精神吼，毋是讲了足清楚啦吼，就是讲像阮病院就是。负责这病房的医师，其实伊其他的业务已经甲减起来，都停起啊吼，有的甚至拢停了了。对啊，其实嘛，但是嘛是爱有专科护理师，啊，搁有迄个值班的医师，暗时值班的医师，可能是住院医师，共同来照顾这病人。有啊，有当啊你想讲啊，这可能敢若5个病人，我排一个医师就啊，有当啊伊个为机场来迄个采检的病人，内底有一个小朋友啊。哦。可能毋是干那一个主治医师，可能搁还是个儿科的这个医师来啦。对啊，就本来是内科感染科的，心肝科的，搁爱搁找小儿科医生来看啊。所以这无可能干那5层就干那排一个医师啊，无可能10层干那排一个医师。实际上，其实这应该是有足侪例外啦，就是咱病院真正无可能讲为着这10层拢甲排足侪医生伫遐。其实应该应该照这病院。实际上运作所需要的人力，来去这反映伫这个头顶啦吼。所以实际上临床上，咱嘛看到讲啊，真正临床上这个爱面对的这个患者是百款啦吼。所以这个条例订贴的这个方式，嘛要有所去有较这个弹性的这个部分啦吼。我听因2位医师咧讲，我想讲吼，这道的这个武汉肺炎对因来讲，这毋是叫做照顾的，迄叫做危险津贴。危险津贴，因为因是借着家己的性命吼来去照顾其他的人吼，所以事实上若是讲有较早伫迄个17年前的这个 SARS 为例啊，我相信在立法院内底讨论的时阵，应该是会甲放宽啦吼。但是大家拢知影，这个预算是咱的卫福部甲行政院编的，伊是框列，伊是框一个大项来。我所了解，应该是这道是应该是189亿是放伫卫福部遮吼。当然咱佫有真侪无共款的防疫的措施。但是若对着医护人员这个津贴吼，阮会来到争取啦吼。包括讲咱有医师工会嘛，还是讲咱遮有即个医护工会遮个朋友吼，会当甲恁的意见反映来，因为这2天立法院差不多是要表决即个特别预算，要过无吼。啊，相信咧卫福部遮无人敢去抬啦，吼，应该是抬其他的所在嘿。啊，请大家当加来沟通。我拄则有讲过，我看讲即个赵司长，伊讲的话就是真正甲当作平常时我安那互你津贴。但咱即马是传染病，这是武汉肺炎来讲，应该是该监管。嘿，因为无人要领啦，无人要领较济啦，无人要领较久啦，无人要领，上好是会当普通时，我转来我家己的小儿科，我转来我家己的其他科的，我何必去领这感染的部分，无简单的吼。所以我相信一般的立法委员吼，大概拢是会支持的程度真悬。是，所以咱讲着吼，嘛真正。除了肯定以外，这个因的这个心声真正会听有啦吼，所以咱讲自过去100天吼，今仔日是100空1天啦吼，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开设会当遮尔啊顺利，嘛是因为有遮这个第一线这个护理人员甲医护人员伫遐咧，甲咱这个台湾斗三工斗相挺一下啦吼。啊，毋过咱嘛爱鼓励着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哦，其实自开设到即阵，啊嘛是有探早来运用啦吼。咱看到1月20的时阵，咱迄当阵就成立着这个指挥中心，啊由署长这个周志浩来担任指挥官。21号咧，一个台商吼，这个查某台商确诊，啊，伫23号咧，伫这个指挥中心宣布自3级开设，甲这个2级啦吼。迄当阵，就这个指挥官就改由咱的这个陈时中部长来担任指挥官啦吼。迄当阵，咱嘛看到这个措施嘛来进行。咱看1月24的时阵哦，管制着 N95这个喙炎甲外科喙炎哦1个月啦吼，啊宣布全面暂停这个旅行团。来去甲这个中国来旅游啦吼，咱嘛看到讲喙炎这个禁止出口，真正有看到伊这个效果伫咧啦吼。啊1月28，咱看到这个4大超商哦，啊这个供应这个8万的这个喙炎哦，啊有这个大家人会当自2片买到这个3片啦吼。2月3的时阵，咱嘛看到讲啊，这个学校啊，因为这个武汉肺炎可能的这个超前的这个准备，咱讲延前开学啦吼。啊头一批这个武汉这个台商。啊，包机嘛，伫2月3来进行。2月4咧，咱讲啊，过去你若是有14天来去到这个中国，还是讲啊，毋是这个非台籍这个人士，拢禁止入境台湾。啊，咱看到喙炎啊，实施徛名制吼，1点控，啊，你着摕这个健保卡甲邮局去排队去买喙炎啦吼。毋过迄当阵排队这个人阵啦吼，实在是有够济。但是嘛看直直咧改良。2月7，咱个嘛看到讲头一届。来针对着讲选择公主号哦，这个游客捌去过这个景点，来发布这个国家级的这个手机啊这个信息啦吼。另外，咱看到讲，虽然伫2月16有头一个这个死亡的这个案例吼，就是讲这个中华也是讲台中这个白牌车这个司机啦吼。但是咱自迄当阵嘛加去因应讲，是毋是有这个防疫这个客运车来出现，嘛是自疫情。的变化，咱来去做一寡这个政策，也是措施的这个应用啦吼。另外看到2月27，中央甲这个台北市流行指挥中心来做一寡1级的这个开设啦吼，继续来由陈时中部长来做这个指挥官。另外咱看到3月12哦，喙炎徛名制2点控吼，你就会当伫网络来去买喙炎，啊超商来去领啦吼。咱嘛看到3月17。这个欧洲旅游疫情只是变作是第3级啦吼，你若是自迄边回来到台湾，你就要居家检疫14天。另外咧，美国这个加拿大这疫情嘛是豆豆咧清悬的时阵，3月19嘛是爱居家检疫14天。另外咧，虽然讲咱这个海外人士回来到台湾哦。高日上悬的人数伫3月26来到27个人，但是咱嘛自迄当阵，佫开始更加强的这个边境的这个管理啦吼。所以咱看2日就升到全球旅游这个疫情警示哦，来到第3级啦吼。你若是自国外入境，拢爱做14天的徛家检疫。3月24开始咧，是全面来禁止旅客登机来台转机啦吼。3月25，咱讲伫咧室外、室内拢有这个严格这个活动的这个标准啦吼。就是讲室内超过100个人，咱就禁止；室外超过500个人以上就活动，你来停办。4月7开始，咱嘛看到台中这个运输系统哦，你就是爱专门来磅体温，嘛是爱挂喙炎，才当入站，也是讲坐车啦吼。咱看到4月7的时阵，就是咱的清明年假。有针对讲人客人的这个所在有11个景点，有这个细胞这个信息啦吼，当中有差不多20万人来这个收到，但是咱嘛看到这个连续假期这个警示啦吼，会当较放缓啦吼，就是无人个确诊的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其实伫咧有一个确诊的这个部分哦，是这个酒店的这个公关啦吼，迄当阵嘛针对着酒店甲舞厅来全面停止营业啦吼，不过。这个，咱讲到迄当阵，佫有两个时间吼，是这个零确诊的这个部分。但是咱看到随4月18哦，佫有敦睦舰队这个疫情吼，有公布3个这个确诊啦吼，小连续佫有到29号即阵有这个31例这个部分啦吼。毋过咱嘛看到即阵疫情真正会当连续4天已经零确诊啊吼。毋过咱嘛讲到这个喙炎徛名制3点控吼，即阵你会使用到你的这个手机啊，安怎咧？甲你的这个喙炎关出去啦吼，即阵咱看到这个有差不多2天以来有200多万片会当关出去吼，真正是咱台湾 Can Help
自这个民众做起啦吼。过去个人讲啊，这个政府暗砍嘴暗啦吼，但是即阵咱看人民的这个表现嘛是真好。你管啊袂吼，这个 app 摕起来，快一通知落吼，会当甲关出去，咱就关出去啦吼。不过咱嘛讲到另外一个假期要来啊，就是讲5月这个劳动节这个假期啦吼。高速公路局吼，也是讲咱交通部就要利用这个1968这个手机啊这个 app。针对风景地区哦，这个人数人较侪也是较少。不过咱讲这个 app 其实无介精准啊吼，这地方首长嘛跳起来，咱讲啊，伫新德市也是讲这个动物园遐啦吼，有测到讲有啥物暗时啊，佫有人阵伫遐啦吼，啊讲敢是这个模型啊伫遐啦吼，这是地方首长的声音。其实咱嘛看到这个台南市长洪伟铁啦吼，伊嘛有讲啊，为什么阮台南遮吼20几个这个景点，但是中央是讲吼啊，其实这个景点是讲。这啊，咱讲台南市可能列23个，是表示讲，这个景点真正是真抢市啦吼。但是这个 app 有精准也无，咱来看林佳龙部长是安怎讲的。交通部高公局1968 APP 就未开始用，就代志真多。打开 APP 一看，部分红顶热点区域，实际上无啥人，煞显示人真多，互人批评数字唔对。伫早起交通部长林佳龙到立法院质询，也引起南立几个批评，认为1968 APP 误差伤过大，应该伫咧5月年假进前通过压力测试，结果再开始用。压力测试通过之后，才能够来上线下载1968，安内塞宝。1968 App 是车流，那中华电信的大数据是人流。人流重点是现在这个是我们唯一能够参考的指标，不是吗？我们要把它丰富它经济。是中华电信为主，没有纳入其他的电信业者的时候，会不会造成相关的数据失真？就是只是说这个演算法，的问题，不是说几家的问题。交通部长林佳龙强调，立法院已经甲部会开会会诊，强调伫咧过去拢重视流量，严过怎么会纳入流量甲用量，搁再加上人为的判断，所有热点拢会滚动式修正，提供国家瓦管即时的路况甲人数的资讯。就连续2天批评1968 APP 严重失真的台南市长黄伟铁也回应，认为 APP 就敢若是快台汽车共款，若是无准不如卖用。用了有问题的事情，你筛检出很多伪阳性、伪阴性，那这些事情到最后还是要退还的。好，所以说我们觉得在这部分，我们当然期待中央的1968更精进，人流的掌握，还有这个人潮的掌握可以很精确了之后，那我们当然是可以接受。另外，林佳龙讲，下昼也会继续甲相关部会检讨，继续修正 APP， 也强调，除了全台湾234个热点以外，5月年假开始用了，红灯警示热点也会继续增加，预计会超过300个警示热点。记者综合报道。咱讲这个疫情的当吼有较轻松啊吼，已经连续4天无确诊啊，但是咱面对着这个5月劳动节啊吼，嘛是有人会惊吓讲，可能是4月初开始的这个咱讲清明连假的这个假期，是毋是搁人客人啊吼？所以咱提早来应用有这个1968啦吼，其实进前有这个20万这个信息啦吼，咱嘛讲到1968这个 app， 你若无准，电动卖用，咱头拄这个市长讲的啦吼，到底？这个1968爱先经过压力测试无？当然嘛是需要啊！大家拢知影1968是开车的人咧用的车流嘛，吼，毋是人流嘛。人流的部分，拄则林部长伫迄个立法院的质询内底有讲到，人流是根据讲你手头上载手机啊内底有伫咧遐出现无？但是大家拢知影，敢若中华电信无够嘛。台湾电子是加上敏感，应该是5间大的嘛吼，即个电信公司，所以你若是无办法甲所有的总量的人流来做一寡。伊个压力的测试的部分啊，当然嘛会失去伊原来的准确性啦吼。我要搁提供几项，就是讲这2天啊，因为有人看到交通部所释放的这个消息啦，1968这个消息伫垦丁迄个所在，大概有100外人，100外间房间已经退掉啊，嘿，安尼无好啦吼。一方面，咱的陈时中部长有讲到5月的劳动节，大家照常放假吼。咱的总统嘛有指示，就是讲，咱这边防疫会当做啊遮尔好，是因为防疫甲经济、防疫甲经济2项拢要顾掉吼。你即摆若所有人都有一人写一寡市长讲足紧张的，叫人大家拢待在厝的嘛无好啦吼。
嘛是爱去外口行行，尤其伫咧南部地区遮日头嘛真美，吼，你若拢知影日头嘛是会当晒困嘛，吼，会当去户外空气流通的所在小行行的嘛是好，但是千万唔通亲像顶一遍清明的时阵啊，清明连假，比如讲你伫垦丁的大街吼，其实你去垦丁的海边啊遐，若人无讲介济是无要紧啦。是暗时啊，大家拢静静伫夜市啊遐，然后是若好食的物啊吼，是40-50人客伫遐，会造成到医师定咧讲你也无早喙阿嬷吼，你也无咧洗手吼，因为咧夜市内底洗手较无方便嘛吼，所以会造成即个人群的聚集啦吼，人若多了后，可能有一寡会感染的机会，所以我是感觉讲头一项交通部一定答应要改啊，但是剩2天啦。剩2天改会来，改袂来我唔知啦吼。我感觉会当利用，譬如讲广播电视的部分，甲人讲，强调讲你若喙阿嬷带有好，然后定伫咧洗手的部分啊，应该是会当放心去外口行行的啦。因为100天大家吼，若拜6礼拜吼，拢全是居伫咧厝内底，嘛唔好啦。心情嘛即个会足郁卒的啦，嘿，即会安尼大家拢会足不入的无好啦吼。所以我认为讲嘛是共款，会当带囡仔大细去外口行行，但是千万唔通袂记的。人伤济的所在，家己就分较散的，哦，唔通讲大家拢客小我。其实我所知影前2礼拜嘛共款呢。前2礼拜有人咧爬山，哦，爬山的时阵，咱的迄个中华电信大概有做测试，包括我伫高雄遐寿山公园，都有人咧讲，你这人是个聚集，有发一点点简讯出来吼。但是迄阵啊，人讲人伤少了，无咧处理这，但是我会感觉讲，咱的交通部是好意啦，毋是歹意。咱的旅游业者嘛会当提供因较好的方式，会当共讲，譬如讲伫咧南部遮有几若间大的即个乐园啊，也是讲百货公司因就联名吼，就是讲你若要入去阮遐爱量体温吼，然后爱带水阿嬷，才会当入去内底吼，然后因家己会做一寡解说，就是讲即马只有2000人啊吼，超过2000人，你就较晚才入来吼，也是保持真适当的社交距离啦。我认为安尼是好。另外，我要提供一点，就是讲，伫咧南部地区遮，若譬出去外口佚佗的人，大部分拢是家己踏奥多摆啦，无就家己开车啦，毋是去坐迄个大众运输工具啦吼，所以应该是会当放心。所以伫咧即个取舍，就是讲，伫咧要出去外口佚佗，甲袂出去外口佚佗，有一个条件，就是讲，你有注重你个人的公共卫生无？吼，然后你若家己有发烧，知影讲人叫你自主健康管理，叫你莫出门，你就千万唔通出门，你要去弄去外口会用罚钱啦。有影啦吼，所以有2点啦吼。第一点，你若是讲家己有身体较无爽快，你就莫出去。第二点，你若是真正会当出去的人，还是要带规家伙出去的人，塞车塞到位啊，若是看到人真济，你就塞到外头就行，无就去另外其他。景点真济嘛。有影啦吼，全台湾拢会使去绕绕的啦吼。所以咱看讲，其实讲本地这个高速公路1968这个 App 升级。经实点吼各界这个看法啦吼，头拄啊这咱嘛看到部长林佳龙伊嘛讲吼，这个登录的这个人数差不多上100万人啦吼，其实若是用这个中华电信是无够这个全面啊，但是讲伊这个分布的这个基地台吼，有差不多占4成这个大数据吼 Big Data， 就让按算讲这个景点的这个人丁到底受偌济啦吼，嘛伊有讲到注意到讲无合理的这个警示啦吼，交通部这嘛真欢喜讲找出原因，吼这个 App 的这服务。更较符合民众的这个需求。另外咧，咱看到疫情指挥中心的这个指挥官陈时中部长伊是讲吼，这个1968人调这个警示灯号是按照过去3个月以来吼平均的这个人流为主啦吼。像这半暝这个新竹动物园吼，平均人数可能无到10个人吼。只要这个加1-2个落去讲吼，显示是有加较侪啦吼。另外，咱看到台南市长王伟铁啦，伊讲。台南，我就有列做27个景点，红做是这个10景的这地区吼，正做是这全台湾上济热点的这个县市吼，这个设计吼无公平啦吼。不过咱们看到这个立委林俊宪伊是讲吼，公布这个热点，爱有一个根据啦吼，就是讲这个中华电信的这个大数据啦吼，比Big Data， 甲民间的第一品牌相比，准确度只有7成啦吼。另外咱们看到讲这个洪明凯，伊是讲吼，嘛是甲这个中华电信合作这个部分啦吼。中南部这个客占率差不多嘛，干那3成啦吼，所以安怎做这个这2天，好好个做一寡这个整合嘛，是这个咱讲的这个嘉良部长爱去头疼这个部分吼。不过咱们看到委员其实嘛是有要求，但是对着医疗人员来讲，这个咱看到疫情会当挡到即阵吼，目前也表现得足好，连续4天确诊零确诊啦吼。但是尾手5一劳动节，咱医师家安怎搁去甲一解吼？建议政府也好，还是讲建议民众也好啦吼，
针对这个连假。连假的部分哦，我想差不多咱立委讲了真好啦吼，就是你去一个所在，你一定要维持迄个社交距离、社交距离社交距离。啊，另外一个就是我感觉，除了讲挂这肺炎这个部分吼，会当减少迄个飞沫传染吼，但是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迄个接触的传染，就是你出去吼，你家己赛车家己的车动嘛无问题嘛吼，你去迄个外口所在吼，你若是会当做会到吼，尽量吼，莫摸来摸去啊吼。摸了就会记爱洗手，洗手以后再个摸家己面吼。啊，若有迄个，若有带迄个囡仔出去吼，一定要注意伊的手吼。你只要有摸，你就要甲洗，这是真重要吼。因为研究上吼，即个占物件外口食，哦，嘛是加较重要安尼啦吼。这占的比例嘛是真高啦。所以唔能讲这个，咱讲拍卡墙也好，还是讲家扫也好，可能会拄到这个问题。囡仔人伫遐摸来摸去，手啊、目睭啊、等等的这个部分，拢嘛是伫咧，唔那是连假期间啦吼，伫咧平常时你就要较注意。咱讲疫情放缓，唔是一个真远的这个梦想啦，咱嘛望讲真正会当伫咱讲连续4天零确诊啊，啊尾手进前这个咱讲陈时中部长嘛有一个目标，就是1礼拜零确诊，咱看会当规个这个礼拜吼，未来这个拢总是零确诊的这个目标啦吼。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多谢。